下來繼續來看今年度總預算的審查繼續來延前。民進黨的立委范雲來指出，講針對着國防部無人機的採購預算，國民黨的立委馬文君敢若寫8項字，都要求來煽動着2.5億，但是今年度才編列着7.5億，伊痛罵馬文君收份這個無人機到參這個數字，攏亂看亂寫。馬文君是來反駁，講伊主張刪除的是3年計劃當中的2億，另外凍結的5000萬，甲無人機的採購案根本都無關係。這是軍用上規的陸用型艦進無人機，主要擔任間諜反艦飛彈車隊的空中幹線，甲戰場精髓任務。國軍積極強化無人機的戰力，甲相關作戰準備。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日這日前往台中考察無人機的產業計劃。在研發上面有沒有需要我們這一個經濟委員會，在這個經濟部，在這個國防部等等相關的資源的一個支持。強調無人產業發展的重要，在野黨立委會將無人載具特別條例採公務預算當年編列。嚴格干那今年度都為無人機的總預算完美收煞。民進黨立委范雲指起，南洋立委馬文君針對國防部多管運用行政用途的無人機採購案，干那寫8紙字，就要求台檢凍結2億5,000萬，而且今年度干那編列7億5,000萬爾，就只能夠刪今年度的預算，沒有哪個立委可以大到沒有編列的預算你還拿出來刪？為什麼看到無人機只要有這3個字你就殺紅眼？針對這件代誌，馬文君駁回講，國防的採購也是採用分年編列，該案是分3年執行，專案的金額是2億4,000萬。伊主張提的是3年計劃內的2億，另外凍結的5,000萬是另外一條的業務費，跟無人機採購案根本無關係。這是立法委員的職權嘛，而且這是合議制啊。最後能不能這樣通過也不知道啊？為什麼只有一個提案，然後就這樣子圍剿？調查意見未下，無人機的採購也被通過立法院預算審查考驗。